但係當佢要施展佢個魔法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變咗另外一個人。佢姓張，叫張維琪 ，Ricky 張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咁麻煩你喺繩嘅中間度咧 ，OK， 剪一下 ，OK， 非常之好，咁跟得到 ，OK。繩頭1號咧唔好擺喺繩頭3號隔離，繩頭2號擺喺繩頭4號嘅隔離 ，OK。繩頭夾咧就叫繩中間夾叫個繩中間魚，繩頭3號擺喺繩中間4號隔離，有冇問題？跟住擺個殺定喺手，有冇問題？冇問題，會唔會太亂啊？我睇下太亂，唔緊要，我哋從頭嚟過。OK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OK， 唔該啊，唔該可以遞條繩俾我。OK， 唔該你。好，嗱條繩咧就喺你前面，咁啊麻煩你，我將會數3聲，跟住咧你就大力吹落去咯，可以嘛？好，預備1、2、3。OK， OK， 預備嚟多次1、2、3。我知角度問題 ，OK。我係再吹多次。1、2。唔緊要。我以下落嚟咧有另一個魔術，就係將魔術師變成觀眾，而觀眾變成魔術師。大家想唔想睇啊？1、2、3，好水。咁我咧即刻由一個魔術師咧變成一個觀眾，而我咧又會變翻一個魔術師啊！大家一齊預備1、2、3。咁好快大家就去到沙灘啦 ，OK？ 咁喺呢個時間今季興綠色咩 ？OK， 大家出上力。喺呢個時間未完。阿丁，你感受到件衫嘅魔力未啊？感受到啦嘛，可唔可以麻煩用你嘅手慢慢喺呢個非常之重要嘅地方度，係啊，揾到啲咩 ？OK， 只要有夢想嘅人都可以成為魔術師。Thank you 晒 Link 同埋 Link 嘅媽咪，好。